Hello， 今日 Yuki 咧帶大家嚟睇中山嘅第4代住宅保利朗悅啊！咁呢個新區住宅咧實用性係非常之高嘅，同埋贈送嘅空間非常之多。樓盤出發10到15分鐘就可以去到三大商圈，落街就係沙江墟，有嘢買有嘢食，非常之方便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Yuki 而家帶大家睇保利朗悅139方啊，依然係一個磚梯入戶啊！呢度一個空間咧係業主可以自己享受嘅喎。入到嚟呢度咧就係一個裝甲子母門嘅交流標準，可以睇下。跟住鏡頭跟過嚟，我哋睇下長輩房。呢個係一個獨立嘅套間，乾濕分離。再過到嚟咧，可以睇到呢度有一個空中花園啊！呢度係一個6米挑高嘅花園，可以睇下兩道門都可以出嘅。可以喺度養下花啊、燒烤啊，喺度非常之好啊！出到嚟我哋餐廳同埋客廳嘅位置，呢度咧係全屋智能膠裝，俾到大家，同埋中央空調都係贈送到俾大家㗎。呢度開間咧有5米闊，鏡頭過嚟我哋餐廳嘅位置，同埋廚房嘅位置。廚房咧係預留咗雙開門嘅冰箱。抽油煙機、洗碗機、烘烤一體機都係贈送到俾大家嘅。呢度咧係做咗2間兒童房，大家如果一個小朋友嘅話咧，呢度可以做個書房啊、茶室啊，都係非常之好噶。再過到嚟就係我哋主人房嘅位置啦，139方你就可以擁有一個超闊嘅浴缸位，同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再入到嚟就可以見到呢度係一個3面採光嘅主臥啊，仲係南北對流嘅喎，非常之好，一啲遮擋都冇，私密性又高。Hello， 咁而家咧帶大家睇下保利朗悅172方嘅戶型，咁呢度咧係磚梯入戶嘅。入到嚟玄關呢個位置咧，全部都係贈送面積嚟㗎。呢度172方實用面積有230方，大家可以睇下餐廳同埋客廳都係非常之闊嘅，同埋呢個橫廳咧有成8米㗎。咁入到嚟咧，呢度係長輩房，呢度咧係一個獨立嘅套間，而且咧呢度出去仲係陽台添，非常之適合老人家住咧。做咗一個收納櫃，入面咧可以睇到係收埋咗個洗衣機同埋烘乾機嘅。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個戶型咧係做咗4房3衛嘅設計。入到嚟主人房呢度都係好闊嘅，包括衛生間已經係預留咗一個浴缸位，同埋我哋主臥咧係雙面嘅採光。望落去咧就係一個蘇式嘅園林。大家想喺大灣區揾高私密、大空間、頂級配套嘅豪宅，呢度保利朗悅172方非常之適合你，絕對係香港朋友嘅首選啦！大家記得多多關注同埋私信我，拜拜。